离大选剩无10天，彰化立委第三选区由民进党的吴音玲和现任的这个国民党立委谢依凤车拼。今仔日艺文界人士特别到南去到彰化，甲吴音玲相挺，希望国会下当有一位文学立委。那谢依凤的服务处主任表示，谢依凤这阵啊拢伫咧无应走行程，会用实际行动争取选民的支持。指控历史彰化县立委选举第三选区，由现任的国民党立委谢依凤对上民进党的吴音玲。今仔日一艺文界人士来彰化甲吴音玲相挺，希望国会会当出一位文学立委。艺文界的朋友发起联署的行动，希望让国会未来有文学一席之地。这个文学不只是文学，而是一份关怀社会的这个热情。咱要翻转这个土地彰化了哈，然后我们要让地方可以新陈代谢。面对艺文界人士支持吴音玲，谢依凤今仔日是照原本计划走行程，无接受媒体采访。不过有伫面册写讲，乡亲的笑容是上温暖的诗。会继续争取无名草地诗人的支持。阮委员希望咱的选民可以4年机会也在这较贵稍后好势照有咱彰化县的所有乡民。委员你的任内目前为止已经争取到7.66亿中乐溪水环境改造计划了咱将一寡迄就讲饲猪的啦饲羊的伊的水会排去在整治这方面可以用好。介伫农业升级的时阵咱会注意到环保。彰化县第三选区包括丰原、埔盐、溪州、梨林等10个乡镇，面积是彰化4个立委选区上大一区。这届选举主要呈现哪力的对决，选情激烈，两边定赢嘛把握最后的时间催票，希望得到选民的支持。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